Hello，大家好，利好出尽了，又是利空。SEC 在准备针对链上质押行为呢进行一个监管打击啊，限制美国用户呢进行一个加密质押。那这无疑呢对刚有起色的行情呢进行一个当头棒喝啊，市场受此影响了。以比特币为首的加密货币啊全部遭到了下挫啊。当前美国呢已经成为全球加密市场用户最多的市场之一几乎呢达到了5000多万的一个用户均参与了这个加密货币的投资。那如果呢一旦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导致市场的一个下跌，从而会带来更大的一个蝴蝶效应，会引起其他国家的监管或效仿，那可能会有再一次的让市场进入这个极度恐慌的状态，整个市场的流动性可能会因此呢再次的进入这个枯竭状态。当然了，这一切只是最差的结局啊，未来市场到底怎么走呢？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就是我们在2020年对2023年的市场的发展的一个预测呢，我们提到的2023年有可能会是监管的全面到来的一年。那么你认为链上质押被监管之后，会不会对加密市场带来毁灭性的打击？那从整个行业的发展来看呢，我认为短期来说肯定会有影响，毕竟呢，目前在质押创新赛道呢还处于一个萌芽阶段，但是呢不会有致命性的影响啊。链上质押呢监管机构呢可能没有办法全面的进行一个干预，但是呢它有可能会对质押者呢实行这个税务的一个标准，纳税的一个标准，可能会未来会出台这样的一个政策。来以此呢来平衡三方之间的一个利益关系，因为现在呢整个一个区块链的一个发展呢，它是没有办法去干预的而且它是个全球性的，而更多的很多的话，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形式存在的，所以说它可能未来可能最多可能就会是这样一个纳税的这样一个方式啊。而在另一方面呢，有可能会加速去中心化的一个质押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崛起。那目前专注于质押的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区块链项目呢，有这个 IDO 和这个 SSV 等等这两个平台呢为这个是目前整个以太坊生态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质押平台。那如果作为我们投资者的话，我们不妨去多多关注这两个区块链项目如果说你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话呢，这两个项目你可以多多关注。那未来的话呢，如果说这个去中心化的一个质押呢快速的崛起了之后呢，这两个肯定会成为一个龙头那至于中心化的质押呢，如科恩贝斯这样的一个以太坊节点服务商呢，未来有可能会被这个监管部门呢进行一个限制，比如说你要让所有的用户呢通过这个质押呢，你必须要缴税或者说你这个限制最大的一个质押的数量你的上限要有上限等等。如何看待以太坊上海升级呢？以太坊升级呢，是以太坊向可扩展方向的一次迈进也是从 POW 的转向 POS 的一次过渡，从而呢可以更好的改善以太坊生态发展和用户的活跃度，以及对用户群的一个信任度。同时呢，在升级之后呢，将会改善以太坊的一个交易处理速度，用户会感受到更低的 gas 费用。当然呢，升级后呢，可能会对市场产生一些波动。比如说呢，部分质押节点退出的会导致短期的出现这个市场抛压。那抛压的大小呢，取决于用户的共识及这个质押节点提供的一个解决方案如果升级之后呢提供了更优的一个提款方案的话呢，有可能会让用户呢继续的一个存款那从而减少市场的抛压。呃，至于抛压的这个问题呢，我认为这个抛压的话应该是比较小的因为现在嘛，都知道，比特币每4年减半一次很多人肯定不会在这个时候去进行一个抛压抛售的那这个呢不一定，但是呢，我们大部分比较明显的应该是抛压比较小的，因为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那这个时候马上又到了下一轮牛市了，你不可能在这个下一轮牛市把自己手中的筹码去抛掉无论怎么样呢，长期来看呢，依然是利好利好整个以太坊的一个发展的这个生态的建设和发展。那未来的话呢，以太坊也有可能会成为整个区块链的一个工业革命的一条公链。那比特币呢，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条这个区块链的一个原始的一条公链。那以太坊呢，也有可能会成为这个
工业革命的一条公链，也就是我们把历史来分成这个划分的话，那以太坊有可能会成为一条工业公链啊，就是上面可能会比形成一些比较，比如说一些金融类的一些这个项目可能会在这个以太坊上进行一个布局啊。好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还没关注我的呢，可以先关注、点赞、收藏，我每天的持续分享全球最新的财富密码和资讯。那红哥呢，在这里拜谢了。